来三甲祈祷。主啊，上帝伫即个圣神降临的节期，阮搁一摆聚集伫你的圣殿，我要对早前所发生圣神降临来想阮活伫21世纪的基督徒，即个对阮有甚物意义？恳求你通过罗布的嘴，阮所分享的，会当互阮更较确实知影你的圣神时常甲阮伫咧，还有伫阮的中间做工。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顶礼拜日是圣神降临节，你敢知影即个礼拜日伫教会历是啥物礼拜日？恁知无？我是大汉人，毋知啦。阮就去新人院读3年，所以我应该知，恁毋知袂要紧啦吼。即个主日叫做三位一体主日 （Trinity Sunday）。我要大声甲咱讲 Trinity Sunday 即个由来，三位一体即项代志是足歹解释的教义啦，真正是真歹解释。我今仔日无要解释即个啦，我嘛无法度通一日中间讲清楚。三位一体伫圣经内底无即句话，圣经内底无三位一体即句 ，Trinity 即句无。总是圣经内底有讲到三位一体，上出名的就是耶稣要上天以前，伫马太第28章第19节甲耶请讲，恁着去普地传福音，招万民来做门徒，甲因洗礼，互因归伫爸、子、圣神的名。这是三位一体，有圣经有讲。彼得伫五旬节了。圣灵降临了后，伊伫耶路撒冷讲一场道，伊嘛有讲着，迄是伫使徒行传第1章的38节，这是彼得的讲道的一部分。伊讲甲所有听的人讲，着悔改，逐个人拢着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互恁的罪得着赦免。就会领受上帝所赐的圣神，所以伫彼得的讲道内底，伊原来有讲到三位一体，总是圣经内底无三位一体即句。Trinity 即个圣人对耶稣过身了差不多100年、100多年了后，早时遐叫做 Church Fathers 教父就伫因的写作的内底有提到爸、子、圣神即个代志，总是无人有 Trinity 即字。Trinity 即字是到甲差不多西元1300年，迄个时阵的Pope 教皇伊规定迄个圣神降临节就是顶礼拜后壁即个礼拜日。叫做 Trinity Sunday， 所以这是真新的物件。我要讲这是我今仔日要甲咱三个是伫圣神降临节，咱咧讲圣神的时咱定定有一个真侪人讲到的问题，就是圣神甲咱伫遮做礼拜形式也是啥？用较简单的话讲是精神甲形式的问题。这毋是简单伫宗教有即个代志。我对 Trinity Sunday 开始讲伫圣经内底讲爸、子、圣神，无 Trinity 即字啦。迄个三位一体的精神伫圣经内底。总是到1300年，即个教皇将规定即字是 Trinity Sunday 时，即个 Trinity 变做一个形式。所以而且要讲精神甲形式，我今仔日要讲即项代志。精神甲形式即个问题毋是干那伫宗教尔，所有教育嘛有即个问题，政治
艺术其他方面拢总有即个人拢会去讨论着即个问题，常常去争论啦。咱拢捌听伊讲，咱可能家己嘛捌讲形式袂要紧啦，精神较要紧。你要听即句话啊？咱大家拢捌听着，有时咱家己嘛安尼讲，听起来吼，精神甲形式敢若是相对立，老实讲，你若问普通人讲，你想精神甲形式倒一项较要紧？我敢保证讲，大家人讲精神较要紧，事实是精神较要紧。精神是啥物？精神也是个 spirit spirit。精神是啥物？精神精神是有创造性的物件，有生命，毋是死板的物件。咱拢会看精神有自由，形式是死板的物件，就是安尼尔无变化，传统习惯，咱自然会较注重伫精神像讲咱去办代志爱填迄落表填迄是一个形式，但咱大半大家拢有爱，总是我今仔日要甲咱三甲想这精神甲形式其实两项毋是相对的物件。精神甲形式若欠一项咱的生活会袂平衡。确定我会搁你讲到即个方面啦。我今仔日要用启示录，咱今仔日读启示录第1章第9节到11节，约翰伫拔摩海树的迄个经验来甲咱三甲想即个问题。伫第9节，约翰讲我是约翰，是恁的兄弟，甲恁分担耶稣的患难甲吞忍，为着传上帝的信息甲耶稣基督的见证，我捌住伫一个叫做拔摩的海岛。咱知影，约翰互人放逐去拔摩的海岛，毋是为着做啥物歹代志，是因为伊传福音、传耶稣基督国外的道理，互政府甲掠，甲伊放逐去遐。拔摩是一个孤岛，是地中海内底一个孤岛，离以弗所的西南边差不多60迈，100公里。即马的拔摩的海事是悬讲的迄落地中海内底一个小岛即马足侪游轮拢去遐，即马观光足的。毋过伫约翰的时代迄是一个孤岛，迄是咧关同性犯的罗马政府咧放逐遐同性也是政治犯的所在。甲伊放伫遐，互因自生自灭。有人讲，约翰无互人处死，有可能甲伊的年岁有关系。所以伊互人放逐去遐是已经是老人啊。伊去遐会当活转来无？伊家己嘛毋知。拔摩是一个孤岛，当然关伫顶头一项代志，一定会拄着的，感觉真孤单。伫遐拢无医院，伫遐若有是拢总犯人。伫遐大家伫遐咱即摆来，我用较抽象的方法来想，啥物是拔摩？啥物是拔摩？拔摩无一定是干那一个所在。拔摩的这岛屿有可能是一个人的精神的状态。拔摩是代表互人排斥，互人放逐。互人排斥的理由有对毋对，迄毋是咱毋免想的。总是你感觉互人排斥，人甲你孤立，亲像诗篇的作者常写，甲上帝求祷讲，上帝求你毋通黄你的面，毋看我。
有迄个感觉，互上帝放杀，也是耶稣伫十字架顶真出名一句话：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啥事放杀我？迄是耶稣的坟墓，迄是耶稣的坟墓。坟墓所在无一定是伫迄个以有所西南边600码的所在，坟墓有可能是伫咱家己的厝内呢，坟墓有可能伫你的办公室内底，甚至有可能伫教会内底嘛有。坟墓有可能是一人倒伫病床顶，伫遐艰苦破病。坟墓有可能是伫咱无偌久以前，拢看伫养老院内底，遐老大人着COVID，伫遐家己过身，边仔拢无人，迄是因的坟墓。坟墓嘛有可能是伫一间真水的别庄。坟墓什么所在拢有可能。伫即款受放逐、孤单的情形的下面，约翰写启示录，你想敢毋是真无正常的代志？伫迄落环境的下面，伊应该写一本对上帝 complain 的一切。伊讲伊有一日，伊听到一个声叫伊写落来，看伊的印象拢写落来。伊写这个伊看的印象，是要互当时受迫害的基督徒有愿望。伫坟墓的海事，伊所写的是伫讲新天新地是耶路撒冷。伫坟墓的海事，伊甲当时受迫害的基督徒讲，有一日，互咱顶是伫个耶稣要做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有一日，这受迫害的基督徒要有份伫耶稣的荣光的再临。伫迄款所在，伊写出即款有愿望的话，伊的秘诀伫倒遐？伊的秘诀伫倒遐？咱搁来听伊搁落去讲的话，第10节，伊讲有一个主日，我受圣神感动，听见伫我的后面有大声，亲像喇叭的声讲：你着将所看见的写做册，寄互7间教会。伊讲伊有一个主日，伊受圣神感动。什么是圣神感动？你捌讲即句话无？咱一定捌听到着。我做牧师哦，我定定讲即句话。老实讲，拢是咧开玩笑讲的。我若去看朋友吼，阮朋友就讲你当时要过来，我就讲我若圣神感动，我就来。也是讲你当时要敲电话哦，若圣神感动，我就敲互你啦。咱拢用圣神感动，安尼，这是咧讲笑。总是圣神感动是什么意思？圣神感动，我想真久，这是一个真主观的代志。我互圣神感动，我甲你讲哦，你无一定会信，你袂信。遐个咱拄仔头迄个吴顺这圣神降临的时，因开始讲方言，开始咧讲这代志。有人讲因是食酒起酒痟的，有人安尼讲的。认为圣神降临吼，会做出真济人想无到的代志，兼且你家己嘛想无到的代志，你会做出来。受圣神感动，这是真主观的经验，无法度用真理智的方法甲人说明。耶稣讲圣神亲像风，我顶礼拜有讲，圣神亲像风，风咱看袂到，毋过你互风吹的时，你知影。
啊，我若要问你讲，你风安怎甲你吹，你嘛袂晓甲我说明，要安怎讲？要安怎讲？因为真正是安尼嘞。当一个人互圣神感动的时，伫孤单的所在，伊会看到上帝互伊的恩望。伫圣神感动的时，咱会体验上帝的恩典，毋是经验啦，对啊。经验别人经验，你是来摕来做参考的，是体验。你的身体真正感受到。咱即个时代的人，我感觉咱的教会用咱共款啦。啊，这我讲这安尼，恁过去咧问我要安怎创，咱慢慢再来讲。咱伫跋满海事的时候，咱袂去想要去追求，互圣神感动。咱拢要想办法，将跋满海事甲改善，创较爽快，互咱带会落，敢毋是安尼？现代人敢毋是安尼？想办法改善我的周围，总是约翰伊伫跋满的海事，伫迄个孤单的时，伊互圣神感动。迄个跋满的海事是外在，伊的内在是圣神感动。伫遐真济无共款。一个受圣神感动的人，虽讲住伫地狱，伊有法度通经验上帝听。因为圣神的感动，少年的以赛亚伫乌西亚王死的时，全国拢伫悲伤的气氛的内底，人心惶惶的时，伊伫圣殿看见上帝的荣光。因为圣神的感动，一个庄脚的目光，成做救世间的救主。因为圣神的感动，保罗伫罗马监狱内底，写批勉励伫外口遐自由的人，叫因着惦记主来欢喜。因为圣神的感动。Dietrich Bonhoeffer， 互咱关伫那次的监狱的内底，伊伫遐写足侪伊对神学的了解，到今仔日还阁真侪人咧读。一个受圣神感动的人，伊会当伫死实的包围内面，接触到活活的上帝。一个若无互圣神感动的人，你就是逐礼拜去罗马的圣彼得遐做礼拜，甲教皇做伙做礼拜都无路用。咱若互圣神感动，我若互圣神感动，我会敬拜会真有意义。我会对我家己的软弱，对我家己的失错，较明了，较袂去想要看别人的失错，甲因的软弱。亲像耶稣所讲的，我若受圣神从感动的时，我知影我目睭内的婴仔差偌大支，我袂去看我的兄弟姊妹目睭内的草仔油。因为环境甲信仰，拢会影响咱当时的生活。信仰的影响应该比环境较重。约翰因为互圣神充满，互圣神感动，跋满的孤单，被放逐的艰苦，变做无要紧，因为上帝的圣神。甲伊创造一个超越伊家己、伊外在的环境，
上帝互伊看到身体身体。但你过去可能要问我，你讲遮尔济是咱要安怎得到圣神的感动？我顶礼拜有讲，耶稣讲圣神亲像风，我拄仔嘛安尼讲，圣神亲像风在吹。我无法度通甲咱大家讲，遮一套公式，你若安尼，你就会受圣神感动。风在吹，无人知影对倒去吹，对倒会来，对倒会去。感动无法度。我讲今仔日读个圣经，有一点仔线索啦，一点仔线索。约翰伫拔摩海树吼，伊讲听到迄个声叫伊写寄批互了后，伊伫第10节讲吼，伊第10节讲有一个主日，毋是伊介绍伊家己讲伊伫拔摩海树了后，伊讲有一日第10节有一个主日，我受圣神感动。有一个主日，我受圣神感动。我今仔日讲要讲精神甲形式的代志吼。伊讲伊伫拔摩海树，总是过落去讲伊互圣神充满，当时互圣神充满，伫一个主日。我直接要讲的是主的日。伫主的日，伊受圣神充满。主的日是啥？主的日是一个形式的物件，敢是？一个形式的物件，这是人制定出来的。你敢要讲，圣经内底讲圣是上帝拣的，上帝无毋对。我甲你讲，伫旧约圣经吼，伫旧约圣经所讲的犹太人所讲的安息日。是咱今仔日的拜六呢。上帝对第一日开始做到第6日、第7日伊休困，第7日应该是拜六。咱基督徒拢伫礼拜日做礼拜。圣经讲耶稣佫活是7日的头1日，你会记得吗？所以本来所有遐犹太人信耶稣的犹太人，因为着要保持因的犹太人的传统，因拢总守安息日、拜六、安息日去犹太人的会堂。礼拜日才会基督徒做伙纪念耶稣过活的代志。这个福音传破了后，即马西洋到咱即马大家拢，若讲着安息日，讲着礼拜日，咱拢是讲咱的这，其实毋是啦。因为这是后来教会经一日、主的日。但约翰在讲的主的日，我相信伊是在讲7日的头1日，因为迄日是耶稣过活的日。伊伫拔摩的海树，咱毋知伊安怎记日子。伊安怎算？总是伊知影，今仔日是主的日。主的日什么代志？伊伫遐家己一个，总是伊知影。伫海的迄边岸，伫以弗所，有一寡基督徒当时的兄弟姊妹伫遐咧敬拜。伊虽讲家己一个伫拔摩海树，伊嘛伫遐敬拜。因可能咧替伊祈祷。伊嘛替因祈祷，因为伫主的日，互圣神感动。伫遐，咱使徒圣经所讲，信徒的相通就是像这样。我以前咧牧会的时候，我有时啊出外礼拜日无伫的吼，我要出外前啊，拢安排啥人去讲道，啥人代志拢主要啊。我讲我定定吼，安尼。特别是若有时差的时，我若去托朗多啊，后尾若去托朗多的时，我会算我遐的时间咯。我住托朗多的时阵，我会算转去阮兜的时间，我就知影即马需求的开始咧走落来。
啥人要讲道，啥人输的，因为我会去想这个代志。恁出国的时，恁毋知会想遮做礼拜啊？袂，我毋知啊。无袂要紧啊！我是甲恁讲，我真正有迄款信伫上帝内面的信徒的相通，信徒的相通。约翰受洗真像我，伫什么时阵？伫主的日，伊真清楚。伫遮我要讲的，互咱看精神甲形式，伫遮斗做伙敢是？约翰所看见的异象是即两项斗做伙。我拄有讲，形式甲习惯是有形的物件，总是即个有形的物件会帮助咱去得到咱目睭看袂到的现实的工作。这个物件哦，这是形式的物件，咱有时仔真坏，有时仔真坏。犹太人因守安息日的规则足济，伫因犹太人历史中间，我相信一定有犹太人的囡仔会甲因老爸讲，咱是安怎着爱守安尼守到遮尔厉害？咱是安怎着有遮尔济代志爱守安尼？你要过一个安息日是偌要艰苦的事。总是你敢知影？守安息日即项代志，伫犹太人的历史是非常，伊守真济物件，因的祭祀、话无遮代志，少年人看会感觉讲，这真形式，这无意思。总是犹太人伫历史的中间，2000多年久无家己的国家。1948年以色列复国，甲遮有关系，你敢知？因有一个共同点，因有共同伫即个看起来是形式的物件，互因找到因犹太人的认同。因为我感觉咱台湾人就是欠即项，你敢知？2000年久亡国，因会当复国，甲咱看无的这形式有关系啦。路德马丁来到即个信仰的前辈，人问伊讲：你是安怎知影你得救？你是基督徒，你得救？你知影伊安怎用无？伊讲：因为我有领洗礼。伊用外在的洗礼，即个仪式来肯定伊家己的信仰。伊有得到救的证明。耶稣甲尼哥底母讲：我实实甲你讲，人若无对水、对圣神来洗、来生，就袂入上帝的国。圣神是动力，水是形式，两项拢需要。咱的生产嘛是安尼，敢是？咱的生产，咱逐日食凊彩就比生产了较好食，总是咱知影，迄是形式。通过迄个咱纪念耶稣的牺牲，两项拢需要。伫观摩，伫主的日，互圣神感动。精神甲形式两项拢真要紧。因为咱逐礼拜伫遮吼，咱逐礼拜伫遮唱圣诗、读圣经、牧师讲道，用主的祈祷文祈祷，有时啊书读圣经。因为你敢无感觉咱遮的形式，逐礼拜拢同款的，逐礼拜拢同款的。我可能是伫长老教会伤久啊吼，我对迄落安尼吼，迄落有诶教派礼拜吼。无啥物次数，爱讲诶人就徛起来讲，到尾拢干那迄几个咧讲诶啦，敢毋是安尼？吼，我真正是对迄款诶，我无法度通认同。总是因若感觉安尼是因诶敬拜方式 OK，毋过我伫遮所要讲诶是，
形式若无圣神会做工，变做台湾话有一句话讲野性对白，一点仔意思都无啦。总是形式若是有圣神伫咱的内面，亲像耶稣甲咱讲，用神用真实的敬拜，形式不要紧，形式不要紧。若讲到形式甲精神吼，我上解想到的，因咱伫台湾读册的时候，透早先期唱国歌，要转去以前爱降旗，啊嘛搁唱国歌。连看电影嘛叫咱爱先唱国歌，敢有法路用啊？我啥物路用？你为迄精神的问题，敢毋是？有人看到教会的情形，常常讲，咱爱需要一个新的礼拜方式，咱需要新的教会。有时有人甚至讲，咱需要一本新的圣经啊。我想，咱需要的吼，毋是新妇的问题，咱需要的是约翰所讲迄个，互圣神感动迄项物件，咱无。In the spirit， 我今仔日从英文的迄个圣经查换出来，我真爱英文的。In the spirit on the Lord's day，spirit， 主的日。我伫牧会中间吼，我常常吼，教会安尼有问题啥物吼，啊，就去，我毋是讲遮无路用啦，逐家拢直直想讲，咱爱教会爱组织要安怎个爱要搁变啊。我咧感觉讲，咱若定定咧想讲，咱着改变咱的组织，咱着改变咱的礼拜方式，敢若你敢若你要紧这两样吼。迄可能是，互咱看出来讲哦，咱的灵性敢若是营养不良的款，咱才定定安尼。我拄仔所讲的，咱出真济精神甲气力，想要改善房屋迄个倒数，将迄个倒数修理好好势，咱会较好多。你若会当做好了无要紧，总是上要紧的，毋是伫遐呢。上要紧是伫圣神的感动，圣神的引带。五旬节圣神降临，遐个学生聚集伫一所在，落啊伫迄个使徒行传第1章第14节到15节，伊讲耶稣的学生聚集伫一所在，遐个名拢出来，遐学生的名拢出来。啊，第44节伊佫讲，耶稣的老母甲耶稣的兄弟也伫遐。过落，因毋是伫遐咧开讲的，毋是伫遐咧整规矩。伊讲因拢继续合意迫切祈祷。第15节，过几日后，差不多有120个信徒聚集，因伫遐圣神降临。咱今仔日所读。使徒行传第2章圣神降临，是迄个以后的代志。约翰讲我约翰为着传上帝信息，甲耶稣基督福音，互人掠去半魔的害事。伫一个主日，我学圣神感动。我毋知影你的半魔是啥。总是我知影，这是主的日。愿咱求圣神帮助咱，互咱的教会得到圣神充满，互圣神带领。咱来三下祈祷。非常地，我感谢你，通过使徒约翰，伫遐尼艰苦。会环境一段魔海事，
就你的圣神感动，完成写一本真有五万的册，互阮得到激励，互后代人有五万。主，阮恳求你，通过你的圣神的帮助，互阮的教会，互阮每一个基督徒会得到圣神的装备。愿你互装备阮经验你的圣神的感动，为着你的国，为着你的名，尽阮的本分。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